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5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新增281个本土病例，到前报登的261个，佮增加来死亡的案例。全国3级警戒延长到6月14。WHO 世界卫生大会开幕的头一日，咱的5月友邦发现小停台湾参与哦，也毋过这个议案并无列做大会议程。昨昏台电中火9号机故障，支援的6号机嘛伫今仔透早故障，也毋过台电是强调今仔的供电袂有问题。新闻一开始，咱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281个本土病例，佮有到前报登的261个，其中新北市有154例，台北市有49例，嘛增加6个死亡的病例。指挥中心今仔嘛宣布，国内3级警戒要延长到6月14，学校嘛同款继续停课，用线顶来上课。那么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届新的说明。281例本土，那另外有261例的校正回归的个案，那加上2个境外移入，新北市154例，台北市49例。桃园市16例，台南市、基隆市、彰化县各10例，台中市9例，屏东县、新竹市各4例，高雄市、宜兰县各3例，台东县、南投县及苗栗县各2例，新竹县、云林县及花莲县各1例，261例。那这261例里面，新北市是89例，台北市是155例，台中是1例。桃园5例彰化3例，宜兰县5例，基隆市3例。全国的3级警戒延长到6月14号，全国各级学校含公私立幼儿园停止到校上课，改为居家线上学习的时间延长到6月14号。国中教育会考的补考的部分，那之前也做了一个宣布，补考是在6月5号到6号，那么这个时间会持续的来办理。目前国内疫情滚架，双北患着病的人数是全国上济哦。双北市医疗系统已经真吃力。台北市长郭文地总是呼吁中央放任全职病院一人一间的规定。指挥中心今仔嘛讲会使春秋来调整。另外，西药剂需要长期住院的病人会集中到台北市联合病院的和平院区，阁有3种的上山分院。国内新冠肺炎本土疫情严重，确诊的人数短10天内就增加3000例个案，尤其是双北地区的医疗能力是真安到。台北市长郭文地呼吁中央，都要放入专职病房，会当互2个人一间。针对这点，疫情指挥中心讲，各区会当看收治患者的情形，调整会当有春秋，无限制1人1间。有一些因为原来的病房可能是双人房，有一些是3人房。那会视这个病人的身体的状况、病情的状况来评估。那不限1人1室的部分，它可以去运用跟处理。另外，需要西药剂，还有长期住院的患者，会集中收治伫台北市联合病院和平院区、甲3军总病院上山分院，而且袂阁限制1人1间。也若上新差不多41万人送来台湾的 AZ 疫苗，上紧伫拜4、27开始配送，拜5、28开始做，会以专职病房的医护人员优先来做。专责病房的医护人员先优先，那再来就是医护人员，那再来就是直接从事防疫工作的人员。也若外界关心离岛3个县市，敢会当甲坐飞龙机去离岛，也阁有要登去遐乡亲做快筛。陈总监强调讲，早起全国防疫会议的时阵，离岛3个县市拢有阁提出来讨论，已经请因甲想要推动的防疫措施甲计划阁做补强，指挥中心会赶紧来研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无党籍台北市员林良君的服务处，一个同事患着病，昨暗林良君议员甲助理有5个人去快筛，其中有2个是阳性，随着防送去防疫旅馆哦。伊的助理吴晶嘛伫面册讲，快筛阳性，就随防送走，就那剩咧迷茫的。无党籍台北市议员林良君服务处展开大消毒。原来服务处一个同事日时接到 PCR 阳性确诊通知，马上被送去检疫所隔离。
当日暗时，林良军甲办公室助理5个人去体检，其中2个助理快筛阳性，送去防疫旅馆隔离。5月17号的时候出现这个鼻子热痛的状况。那是到5月18号的时候晚上前往采检，那现场呢这个快筛是阴性，但 PCR 的报告呢等到了昨天早上才接到了阳性的通知。其中一个快筛阳性的助理吴征，坐防疫巴士去防疫病院的时阵，伫面册破文表示，快筛阳性雄雄被送上车再走，等待PCR确诊，希望是贵阳性。到现在跟过去这段时间，我都没有感受到有什么样的感冒或是说特殊的症状出现。无症状感染这部分真的很难去防范，也很难去被察觉到。林良军表示，确诊的服务处同事最后一摆到市议会是4月28，5月14开始，服务处甲议会办公室分流居家办公。林良军甲其他2个助理拢是阴性，目前自主居家隔离当中。台北市议会也展开大消毒，因为疫情严重，台北市政府防疫会议顶悬，府内单位落实梅花座甲挂喙罨，府外单位是采取时限的方式。电脑桌上也是要练习几次才会。伊是台北结婚龙山市站一名保全确诊，另外有4人快筛阳性，国军化学兵透早也去消毒。台北市府也真紧张，防毒病毒扩散，只要出现确诊马上清消。加上医疗量能对比着逐天的确诊数，副市长黄珊珊也发文，逐天努力甲病毒比赛，台北市府一定爱走比病毒更较紧。记者综合报道。这波疫情雄雄炭烧，一寡医护人员嘛无法度登去处理休困。新北市分别是邦桥、新店，各有3店铺，协调旅馆业者提供160个房间，要互医护人员来休困。市长侯友宜嘛宣布讲，要编2000万的预算来照顾医护人员。实际传出讲有2个居家隔离的聚会女性伫厝内死亡，甲疫情敢有关系？爱个调查。每间都是独立的，一人一室。详细看旅馆内底的设备，敢是有胶全？新北市长侯友宜要确保医护人员休困的所在真舒适，因为这波疫情来甲真凶狂，嘛互部分的医护人员无方便登去厝连带。因此，新北市府分别协调伫邦桥、新店各有3店铺的旅馆业者，总共提供160个房间。侯友宜嘛宣布要投入2000万，提供互这医护人员免费住。这2000万最主要的是要照顾我们医务人员。让他们住宿安心，所以医务人员在这个3个饭店住宿都是免费的提供，有些还是在上班的比例也非常的低，大部分都已经在居家上班。不过，随着疫情在转换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随时要做好停班的准备。对真侪企业启动分流上班，新北市敢有可能比较风台天，双北各家人做伙停班，因为严峻的疫情，侯友宜爱大家做好停班的准备。为了避免困住，新北市嘛公告28渔港25开始禁止钓鱼啊。不过疫情继续日换，有风声讲汐止区有2个居家隔离的10大人伫厝里死亡。我们陆续接获2名居家隔离者死亡通报，在接获后，已交由检警相关单位来进行后续的死因相关调查。那至于个案是否确诊，后续则由指挥中心统一发布说明。目前了解，这2个死者之间并无关联，但其中1个人的翁婿进前有去看医生，死亡了后确诊。这2个人的死因敢是甲疫情有关系，必须爱搁再经过确认。记者郭灿台北有新北市报道。基隆市长林右昌早起嘛讲哦，基隆有一间病院的行政人员为着病，病院有50个人接受 PCR 检测，有48个人是阴性。基隆市政府早起阁公布几个确诊者的行踪，市长林右昌嘛证实，基隆有病院内底行政人员确诊，目前相关的人员已经有50个人做采检，即马 PCR 核酸检测内底48个是阴性，还阁有2个伫等报告出来。这一点，请大家可以比较放心。那也因为他是行政工作人员，不是医护，所以他并非属于院内的感染。另外，前一天已经公布的，伫咧小姑娘小食店做工课的暗号3835，要甲伊做伙做工课的10外个人已经互扣勒起来。伊的查甫朋友嘛确诊，是暗号4808。这个查甫朋友因后生嘛去画到，是暗号4811。另外，市府也咧烦恼讲，这个女性毋若伫咧一个所在食头路，恐惊还有其他的接触者。
这些小吃店它不会只是单独待在那一家小吃店，它会移动而且有时候会互相支援，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最担心的一个地方。市长林佑昌呼吁讲，捌伫相关的小吃店食头路的人，或者是捌去消费的民众，会当主动通报卫生局安排采检，各组是绝对会保密，希望避免疫情愈传愈快。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帮观众朋友来整理今仔日全台湾各地为着病民众的情形。今仔是新增加283例，本土病例有281例，台北市有49例哦，新北市有154例，桃园有16例，基隆、中华、台南拢是10例，高雄佮宜兰有3例哦，台中有9例，台东、苗栗、南投拢是2例，屏东、新竹市拢是4例，花莲、云林、新竹目前是1例，在台湾计共。即马是有5456例哦，本土病例嘛已经有4285例咯。指挥中心伫下晡嘛宣布讲，全国3级警戒要延到6月14，大家防疫爱继续加油。咱再来看 WHO 世界卫生大会2次开幕，台湾嘛连续5档哦，拢无受到邀请。咱的13友邦提案讲，望讲甲台湾参与 WHO 列做议程。头一日有5个友邦哦发言来相挺咱台湾，也毋过中国代表是又搁强调一个中国的原则甲联合国的决议。最后大会主席是决定讲，提案要列做议程。咱的外交部嘛批评中国打压，呼吁 WHO 爱接受咱台湾。第74届世界卫生大会 WHO 正式开幕，各国元首以视讯方式发表演讲，呼吁团结对抗疫情。台湾13友邦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WHO 的提案，也伫第一天的2对2辩论上做讨论。中国代表阁搬出联合国2500号决议甲一种原则，阁批评这是民进党当局使人少数国家母的台独提案。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将卫生问题政治化，停止借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停止干扰大会的正常秩序。建议主席女士果断裁决。巴基斯坦代表也发言支持中国反对台湾参加。台湾友邦诺鲁甲斯瓦蒂尼是昨日起发言支持台湾，认为2500号决议甲台湾无关系，不应该继续影响台湾参加 WHO。 Mr. President, the decision to exclude Taiwan as an observer to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is deceptively premised on resolutions which, in retrospect, do not refer to Taiwan. The position of my government is firm and unequivocal.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must discuss inviting Taiwan to participate in the WHO as an observer. 另外，圣克里斯多福、甲尼维斯、马绍尔、甲巴拉圭拢伫第一天为台湾来讲话。毋过，虽然友邦支持台湾，最后大会主席在时邀请台湾作为观察员参加世卫大会，无列入议程。外交部表示感谢友邦为台湾讲话，批评中国打压甲想要误导国际视听的不实言论，无被国际社会认同。呼吁 WHO 接纳台湾，全球才能有效终结疫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桃园哦，桃园有区公所嘛传出讲有2个员工胃着病。另外，全台湾上大的汽车制造商国瑞汽车中立的工厂嘛传出讲有保全嘛胃着病。桃园区公所传出住伫新北的主管，因为发烧去做快筛，结果是阳性。市府表示，疫情甲疫调的结果，下晡指挥中心公布了后，桃园市政府嘛会伫下晡3点来做说明。即马希望会当先预防。桃园区公所准备要做全面的大消毒。为今仔日开始的3天，若有民众需要办业务，请民众去附近其他的区公所来办理。所有的该区公所人员，那么一律送裁剪。那因此，我跟区公所商量，也决定该区公所这个居家办公3天。全台湾上大间的汽车制造商国瑞，伫中立工业区的厂区，嘛传出有一个保全确诊。国瑞表示，这个保全是属于外包的厂商，袂入去厂区，也有办公区，所以袂影响到公司的营运。也若针对双北医疗能量无够的情形，台北市长高文地呼吁中央会当放量确诊的患者一人一间的规定，考虑一间专责病房会当收治2个患者。也若桃园市长郑文灿嘛有讲，英国捌有共一间病房住几个患者的情形，迄当阵遐患者拄好是共一家伙仔。
我们桃园市那么还在支援双北的这个医疗方面的需求，医院降载以后，那负压隔离病房加上责任病房大概总数会到达500个。戴文灿表示，全台湾10天来确诊的人数超过3000人，疫情还阁伫个高峰期，支持中央第3级的管制延长2礼拜。目前桃园拍拼提悬防疫的能量，除了病床，集中检疫所为5间增加到9间，有要1000间的房间，会当来支援湘北，而且甲桃园的防疫顾好，嘛会当来协助中央做伙来对抗疫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市政府昨是新增加8个病例，其中泰安国小幼儿园的厨房师傅一家伙3个人拢胃着病。市政府昨暗开始消毒，嘛伫泰安国小来展开快速体检。中华昨是增加12例，有6例是园林养生馆的工作人员。昨附近的快体站嘛真侪人赶紧要去体检。一透早，环保局针对西屯泰安国小附设的幼儿园四边，佮有确诊者行搭过的所在大消毒。台中增加8个确诊，其中一个案4735是台中市西屯区泰安国小附设的幼儿园内底照卡人员，而且因一家伙3个人拢染病。市府烦恼城做是新的团报连，也赶紧对校园佮因去过的所在大消毒，成立指挥所。对8个老师和54名学生的家庭进行快筛，但是市长罗秀燕也坦白讲，3级警戒要解除，恐惊无接近。由于现在的疫情还是相当的紧张跟严峻，所以我们预估呢，这个警戒3级有可能再延长。那我相信中央在今天、明天就应该会宣布。中华二市增加12例，其中5例全部和园林秀辉养生会馆有关系，加上正常就确诊的1例，总确诊数就有6人。县府卫生局也发布快筛令，消息就出来，附近的病院体检站拢排甲热长。敢若园林基督教病院一暗就来300人，市公所透早也搁伫4边搁在大消毒。目前为止，已经来这边做消毒是有3次了应该都没有这个问题。但是也呼吁民众不要太过于紧张，但是还是要自己要小心一点。为了针对确诊者去过的所在和4颗位啊消毒，中华县卫生局已经将8点加小铺顶面的40位人客，也甲酷热的时间留到这个月的初1，希望阻挡疫情扩大。记者综合报道。全国的3级警戒即马要延到6月14，对各行各业、各民众来讲，拢真吃力。高雄市政府是宣布讲要来推出12项的纾困方案，包括公有市场打商收费要减半，佮有产业园区的租金会使延期希望大家斗3天来渡过难关。高雄市的疫情野悬，大寮爆发新冠肺炎，规口15个人拢确诊。其中家庭成员按4743第20主动卡1922安排采检了后，20月一起好事多高雄中华店消费，卡热一日公布了后，好事多紧急宣布第25中华店停业1天，全面消毒，安尼嘛，互真侪民众白走一抓。我以为已经早就消毒好。他来的时候看到这样子想法，就回家。防疫大作战还佫延期一段时间。连带冲击到民生甲真侪产业，高雄市政府释出12个纾困方案，包含清创贷款、还款会当延期，还佫有利息补贴、持有地租金减免、公有市场打商规费减半，还佫有劳工失业生活和子女就学的补助这些，希望会当和市民来共度难关。我们会把我们公有市场的相关的收费减半。最主要希望可以降低我们摊商的负担，也一起来为我们的经济来做努力。另外一块，针对我们厂商而言的话，我们会把我们市府辖下所有的产业园区相关的费用、租金，也希望可以做缓缴，相关的管理规费也希望可以减半。产业园区减免会当延长到6月30，其他减免会当刷咧到市府改图1级指挥中心开设的第2个月为止。即卖疫情长咧拖，为着要减少民众聚集，高雄港务分公司决定伫25日早起8点开始封闭大港桥。未来会看疫情的情况，再过来决定讲开放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卫生福利部疾管署赖顶头的疾管家有760万的会员，有一个一向对民进党真友善的网络作家林伟峰，最近是伫面册写讲，有人宣传讲目前疾管家的赖是假，呼吁大家爱拆掉。林伟峰是讲这是一个假信息。
也毋过林伟峰嘛，互网友发现讲，伊定定伫 PTT 来发布亲中国的言论，一切看起来拢亲像是伊家己编、家己的演哦。早起指挥中心嘛回应讲哦，这项代志已经交予警方来处理了。卫福部推出了内一关家提供民众正确疫情资讯，亲像倒位用买喙安查询国内疫情、做疫苗健康回报等。不过网络最近却出现爱人医毒或者是删除一关家销毁文章，指控一关署发假信息。网络写手林辉峰伫面册提醒这代志，民进党立委王定宇也转发，强调这是中国政治作战，要求各个单位调查，依国安法关7年罚1亿。不过林辉峰所互人逼空过去捌伫 PTT 顶悬发表各种的挺中言论，也佫讲未拍败指挥中心，即摆被质疑是自导自演政治作战。攻击 PTT 是假消息，攻击 PTT 的八卦版已经沦为了中共政治作战的一个场域。原来林伟峰就是绿营的整个重要的网军成员。白天好像在推销防毒软体的重要性，但是晚上竟然摇身一变开始写电脑病毒跟当骇客放病毒，这个不是故意的行为。但是我们认为说，其实撕裂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因为林伟峰的太太是民进党网络社群中心副主任杨敏。那样批评执行配合网军做认知的作战，对此林伟峰强调，相关发文漏会甲伊太太无关系。家己认为真趣味做反串，恶意来漏会，伊感觉真抱歉。王定宇讲，用反串显示问题确实不可取，毋过爱注意，网络流传特定一关家的假信息，拢是真实存在。PTT 上面来说，这个删除集管家的这一个部分，我记得应该是前天有跟他讲这一则假讯息的部分，那时候已经交给刑事警察局来做交查了。也是公投草头人黄树修是表示，已经向法务部调查局检举林伟峰，调查局证实已经收到检举批，目前调查当中。另外，网络反串文是不是造成假信息？若是短传，是不是同款爱处罚？指挥中心表示，任何人干涉法律责任，拢应该负起责任。记者综合报道。中港科技管理学院甲台湾观光学院申请停办，昨教育部嘛已经通过，虽然阁有天数爱行，也毋过这2间学校上紧会伫今年就停办咯。中港台湾的自救会真侪届去到教育部外口တင်情，因是诉求学校袂当停办。事后咨询会议是结论，互因真失望。出席市政会议的19位委员全数通过2校停办案。那准6月初停办审议会阁通过，教育部的发公文，互这2间学校上紧伫学年结束进前拢爱停办。当初不是我们去抗议，不是讲好了吗？只要有个学生留，就全部都要让人家毕业吗？中港应届的毕业生如同而讲，教育部捌答应讲，若准有学生要原校毕业，就袂停办，真是出来跳票。教育部统计，这学年结束了后，台湾还有108位学生，中港还有64个人。若准真正停办，会协助因转学到相对应的科系，或者是隔壁学校设专班。那如果学生因为安置而衍生出来，像是一些补救教学的费用、交通费还有住宿费，教育部会透过大专校院转型及退场基金的方式来予以补助。从道江的案例现在来看的是说，这个停办立刻搭配着不会是学校就要被解散，董事会不用被解散，反而是这些董事会能够继续去使用这个学校资产。教育部强调讲，这2校停办案还未决定，不过高教工会说批评讲，教育部是咧协助董事会赶走老师甲学生，互学校会当做其他的开发。若准备补救，应该伫法公函停办2个月后解散董事会。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供电真吃力咯，昨台电的台中火力发电厂9号机故障，紧急加入支援的6号机，没想到讲6号机伫今仔透早嘛故障。台中电厂的6号机，我们把它叫上来之后啊，它在今天早上，因为它本来是要检修的机组啦，那在今天早上的3点4分又发现有破管的现象，所以我们又把它这个解联下去检修，估计今天的需求会比昨天低，所以我们的这个备转容量应该还可以维持6到8%。
台电表示，昨支援的中火6号机伫今仔透早3点外破功，也毋过因为今仔的天气较凉冷哦，发电量是比昨较少，所以今仔应该会使来维持稳定的供电。台电是强调讲9号机明仔载就会修理好势，6号机后日嘛修理好哦，开始发电。各种的原因，台电是表示可能是因为压力上过大，也毋过哦，目前是搁会调查。再来看台湾各地哦，昨拢有落大雨，今仔方面嘛，搁伫台湾顶头，也毋过结果是无昨完整哦。气象局预告，今仔全台湾各地过到了嘛是会落雨，也毋过爱等到礼拜日另外一波方面来，雨水还较高。礼拜一中昼过后到暗时，热对流发展真旺，各地轮流落雨。25礼拜二方面来到台湾上空，气象局估算，方面加上局部热对流发展。全台各地伫中昼过后，依然有机会会落局部大雨或者是大水雨。在锋面影响情况之下，今天的北部、东半部地区和金门地区断断续续会下短阵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则会有午后雷阵雨。今天在东半部地区，还有中午以后的山区，有机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气象局会视整个对流云系发展，发布大雨特报或豪雨特报。不过，气象专家分析，这波方面结果已经减弱，落雨条件不如礼拜日。中昼过后雷阵雨发展的机会，主要也是靠山区附近。随着方面偏南，落雨比一区可能会伫中南部山区到花莲台东附近。平地落雨依然是较少，对集水区的帮助恐吓只是增加1到2天的量。全台明显落雨，要等到礼拜一的下一波的方面。那现在的西南季风的确有发展的趋势，但是它也不能过强，过强之后风面又北抬回去了，或者说这个时候在这个菲律宾东边的这个低气压如果发展成为一个台风的话，它势力够强，也会让整个梅雨锋面的结构被破坏掉。所以这几个因素呢，恐怕就会主导着说，我们5月底到6月初，就是这个周末到下礼拜1、2、3这几天的这个天气。气象专家也提醒，方面通过中部以北有明显的偏北风，高温30到32度，感受是较舒适。不过中南部也是温度偏悬，尤其是台南地区，气象局已经发出高温的资讯，有机会出现38度以上的高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全球疫情第2严重的印度，伫过去24点钟又搁新增加4454个人死亡，目前嘛已经超过30万人过往了，是美国甲巴西了第3个死亡超过30万人的国家。无美兼论话，一种歹气呢，最近嘛伫印度大事件，死亡率是搁比新冠肺炎较悬。火葬场一直有遗体当咧火化。原本打拼咧救命医疗人员，即马规工面对拢是大量的死亡。印度24染疫死亡的人数突破30万人，累积的总数有2675万例。当中一半病例是伫过去2个月来发生的。Second wave came and so many deaths and horrid situations. So it's quite difficult to live in these times, but you have to admit the situation and try to live. 专家认为讲，印度新冠病毒实际感染甲死亡数，恐惊比当局公布的数字要悬正侪倍。因为最近出现的雾霾性感染症，嘛，互印度的疫情陷入更加复杂的局面。आँख इनकी सूज रही है, तो आँख खुल नहीं रही है। क्या बोला उन्होंने? उन्होंने बोला आप यहाँ से ले जाओ, यहाँ नहीं हो पाएंगे। क्या मर्ज क्या है इनको? ब्लैक फंगस। हमारे सामने एक चैलेंज के रूप में आया है कि हम कैसे ब्लैक फंगस को मैनेज करें। उससे संबंधित एम्फोटेरिसिन बी जो कि एक एंटी फंगल ड्रग है, जो देश में लिमिटेड सप्लाई में शुरू में अवेलेबल थी。雾霾性感染症死亡率有50%，大多数的感染人类的鼻、脑、肺、消化道甲皮肤这些所在，重症患者甚至都要挖目睭来防止大脑感染。虽然讲是一种罕见的疾病，不过最近几个月却发现讲数千名新冠病毒康复的患者感染到雾霾菌，医生表示讲，当咧使用类固醇治疗，也是讲糖尿病患者拢是高危险的族群。目前差不多有9000人活着，当局嘛加开病房来收治病患。印度政府已经宣布有29个邦出现雾霾菌大流行，互公卫医疗体系负担加正重。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目前全国停课，学生也伫厝内线顶学习。若如果厝内无设备，政府会使提供，也毋过嘛有人处理无网络，阁有一寡特殊的情况哦，嘛会使甲囡仔送去学校。台南部分偏乡的学校，其实每一天拢有袂少家长甲囡仔送去学校。学校停课爱面对的问题是阁袂少，咱嘛做伙来了解。
要判断狗狗是不是健康的时候，家里有养狗的小朋友一定知道。老师是照着教材，利用平板、直播的平台，将教学的内容散播出去，要让学生听课无听课。以前是真严峻，全国校园停课。学校几乎拢改做远距离的上课，但是伫台南偏乡地区，有的学生是因为经济条件、家长拢忙，嘛是有真侪学生就必须爱到学校。就亲像昆新国校全校56个人，逐工拢有将近15位到学校来上课，是比大会区的比例更较悬。全校学生56个大概还有留大概14位、15位的小朋友在学校，平均每个班大概3位、4位哈。啊，一岁教迄声囡仔，都无电脑要安怎教？哦，教无就对啦。对啊，当年啊，你是要安怎讲？根据台南市教育局的统计，全市271所的国校，偏乡就有119所，是占了43.9%。目前师资、软体、硬体设备拢到位，教育资源袂较歹，但是因为家庭照顾能力是较弱，校方就必须爱加强课外的照顾、补救的教学。但是嘛，偏乡的校长是讲，比起实体的上课，远距离上课影响也是有限，盼望疫情早日落幕，让一切回归正常。就是在学校看起来学比较容易，在家可能会比较放松。会分心这样。对。家长也忙于平常的一个工作，没有办法这样子落实或者是要求孩子，所以在这个部分还是需要说如果说疫情能趋缓下来，实体的一个学习还是会不是比较恰当的。除此之外，因为停课的时间是较迫，有一寡老师是还未做好远距离教学的准备，压力是袂小。因此，教育局慢慢上推出1年级到9年级3版本，逐工71门课的公办直播的教学课程，减轻老师远距离教学的压力，补足学生停课进前的课程进度，确保学生的学习品质。记者郑云台南报道。指挥中心已经宣布讲，学校6月14之前拢停课，真侪家长是真伤脑筋哦。目前学生伫厝里嘛已经线上学习1礼拜外咯。咱今仔要来连线为伫云林中和生态国民中小学校长陈清准来了解目前偏乡学校敢有拄到啥物问题，嘛来听校长和学生佮家长一寡建议哦。校长你好。大家好，校长，咱知影哦，即马偏乡，所以即马偏乡学生哦，是学习的状况大概是安那？咱拄仔新闻是有讲到讲，偏乡有真侪家长哦，是不得已爱甲学校送到学校，爱甲囡仔送到学校哦。你的学校敢有即款的情形呢？小部分啦吼，他有7、8个囡仔吼有送来学校，因为线上教学有一个上大的问题就是网络啦。那在偏远地区，陆军对来说，中华电信的网络无法涵盖的地方，通常来讲那个通常会那个收讯会比较不好。那从我们停课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已经隔天的第一节课，我们就做实体那个1对1啊，然后或者是线上教学这对我们来讲，我们去年就已经准备好了。但是真的会有少部分弱势的孩子所以包含的网路卡，包含那个手机的一个应用，我觉得这个部分只要学校先准备好，我觉得1个礼拜大概就可以全部解决了。那目前指挥中心已经宣布讲咱要停课到6月14哦，所以真侪家长的压力是拢真大。校长敢有啥物建议会使来提供给咱的学生甲家长的？我感觉这一波的疫情其实也咱足大的学习啦，就是讲。咱也有一个相对就是咱愿意去学习，讲咱未来面对未来的世界，远距或者是远端教学，这是必然一定会呈现的只要我们愿意，那家长你可以好好的去陪伴你的孩子，然后老师的话，我觉得以台湾老师的素质啊，我大概评估大概1个礼拜就可以把所有的那个该会的部分。该设计的部分可以慢慢的去驾轻就熟，所以我觉得，即使今天为了疫情，我们必须要停课，必须线上教学，那个品质也不一定会像我们实体那么好。但是我觉得，慢慢的我们只要用心去投入，我看到台湾很多的老师，就是因为管理投入进去之后，那个慢慢的那个品质越来越好，而且慢慢的讨论到说，如果我们可以这个部分可以怎么改善？那个部分我们可以
怎么去学习。尤其台湾现在目前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线上学习平台很多，可以让老师慢慢的减少这样的一个负担。那加上未来如果说我们疫情回到学校上课以后，如果可以搭配线上学习平台的话，其实这个对于偏乡的孩子也好，对于孩子自学也好，我觉得都有那个相互教长的一种功能。可是其实有真侪家长哦，即马拢真烦恼，讲囡仔伫厝里哦，除了用线上来学习，定定嘛拢咧耍手机啊，咧拍游戏啊。校长，咱是要安怎来控制囡仔哦？要安怎来控制讲伊会使甲上课、甲佚佗的时间分开咧？以阮学校来讲吼，我是叫每一节课吼，实际上下去上了吼，但是我把时间缩短到每一节课30分钟左右。第二样就是讲，阮现在教学中穿插很多的那个所谓的互动的模式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些孩子画图的啦，如果线上体育课的实体的一个运动的模式可以让孩子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双向互动。那做双向互动之后，我觉得孩子的反应变得没有像初期那么卡卡的所以这样学习完之后，我觉得老师一开始压力是很大，但是经过3天以后，我们的老师开始逐步的熟悉这套系统以后，我感觉我来讲我感觉一个契机啦。然后未来孩子即使在假日，我们其实孩子的一个线上学习的一个所谓的使用上，我觉得也慢慢的改善。校长，其实有真侪家长佮教育界人士讲到咱不如甲歇热互伊提前来歇，然后歇热的这段时间，会使互老师去进修线上教学的一寡使用校长，你敢有赞成这款的做法咧？我感觉是一面操作一面学啦我觉得如果说我们都要准备好了才开始去启动我觉得我们永远没有准备好的那一天。就我们台湾的一个教师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所谓的那个努力度以及他们的素质的话，一个是视讯软体，第二个是如何应用所谓的线上学习平台，第三个就是如何在这个过程里面把教学技巧放进来。那台湾的老师本来在设计能力就很强，加上我觉得只要心态好好调整一下，我觉得1个礼拜就可以去克服了。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说，资源有没有到位比如教育部现在把所有的无线网卡以及我们可能在家里面的手机把它做到位的时候，我觉得以台湾现在资讯能力跟涵盖度，几乎可以解决95% 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网络不稳的问题。然后再加上部分真的很弱势的孩子，把他放到学校来，可能他学习不专心，他可能家里有很嘈杂的环境，这些其实是真的有这样有的一个孩子再把他移到学校来，可能对于所谓的那个群聚的一个风险，我可以降低很多。那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不需要等到暑假，现在就可以开始做了，而且我们也没办法评估说疫情到暑假完之后会不会慢慢的那个消退，总是要准备好，我们愿意去做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即使今天8月9月开学了，疫情还是没有消退下来，但是以台湾现在目前我们透过这样的疫情，来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好好的去磨练的话，我觉得会是一个好的注意啦。对。好，感谢校长，互咱遮尔侪宝贵的意见哦。有真正拢讲线上学习效果可能无伫教室内底好哦，无遮侪问题需要解决。对家长佮学生来讲，拢希望疫情会使赶紧来转好，互大家会使赶紧转去学校上课，恢复正常的日子哦。面对疫情，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压力是上大哦。台北病院的院长吴明贤这几天就发一张配合来报，讲病院有少数的大院的医师，明明知影目前医护人员的骹手严重无够。刷车清长假，院长是讲这款行为真无情，嘛真傲慢，互老师真切心。进前在台北医高护士有10人确诊，虽然全院普查了拢是阴性，在国内疫情大爆发之下，也是互医护真烦恼。
即麦传出台大病院院长吴明贤发布内部同事一封批，内容讲到新冠肺炎进入社区滚架，无人用置身事外。人虽然有蓝白职业信用之分，但过病毒说是无情，也真公平。佮讲所有重大灾难拢是一面照妖镜，大部分的住院医师不忘初衷的这些行为，互人真感动。啊，毋过听到有少数区别的住院医师将家己当作局外人，甚至借机会放长假，这行为不只是无情，而且恶办，互司长心真痛。台大病院企业工会认为院长的用词有点严厉。他暗指是外科系的同仁啦，像我自己不得不说，就是其实整个医院在这样子的氛围下面，就算你说外科医师没有照顾到他们的话，但我觉得那个身心的压力还是有的，而且本身医护的特休这件事情，其实都是要蛮早之前都事先排定好，我们不是说临时想休就可以休。台大病院企业工会表示，应理解院方在欠人情形之下，希望每一位同事拢应共同体谅、共度难关。啊，毋过同事伫送出请假单进前，应先去做询问、做沟通，毋是事后用指责的态度来打标签，来讲有我人无想要负责任。随着本土确诊病例一直升悬，医疗量能面临真大压力。虽然指挥中心检查国内甲二市也有3000张的病床。佮将新北甲台北市等2间专职病院清空，啊，毋过上北未少的医师也是反映，医院是满床。我们医院来讲的话，我们的收治重症的能力几乎已经满了。那很多那个重症的病患，有的时候会很难去找到可以那个处理的一个医院哈，所以目前的那个重症医疗单位的确是蛮吃紧的。李炳英表示，目前的重症医疗单位确实是真难，也呼吁医疗单位爱放掉惊染疫为家己的心态，将病房释放出来，让确诊病人伫第一时间应接受治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最近这2天哦，高雄的山区总算有雨水，也毋过哦，水拢流到屏东高树区哦。水利局是赶紧出动怪手来分流，让部分的水会使流到高屏溪。也毋过屏东高树的农民是真不满，因为安尼就会影响到因农业的用水咯。怪手暗时伫路口溪的顶流作业，将土地挖开要分流水源。高雄山区的木林顶主要集水区，23号落大雨，但水尾也是无水。水利局一查发现，是农田水利署宾馆处起土地，将水全部引起屏东的高树，赶紧派怪手将土地挖开，煞引起高树人的不满。水源头就是咧阮缩去，那么阮这百姓都当在咧烧，在原地烧吧，这该不对。原来这水源都无够啊，即马搁挖2/3走出去，所以水源就无够。啊，所有的民众的反弹。高雄农民认为，高雄市无协商嘛，无通知就半暝抽水，真无尊重人。高市水利局表示，路口溪目前传流量大约是6 cms， 但农水署宾馆处方核发的水管达有2.3 cms， 才因部分的水道分流到高屏溪。我们只分了1/3以下的量到我们的高雄市的这一边下来，会流到我们的高屏溪去做民生的使用。路口溪流经过高屏2个县市，水管属水利署，是屏东高树主要的农用水。但因为顶流大部分伫高雄，行政辖区属高雄，24号高雄市水利局甲农水署宾馆处达成分水的协商。若是分水影响到高树灌溉的时阵，由农水署宾馆处来做调整。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屏东报道。因为开发真侪所在开始抽地下水，分林的死湖就因为地下水上过咸，互几10公顷的一期稻作咸死，营养不良。农民是希望政府会使来提供补助。分林县政府嘛针对最近农产品销袂完，表示讲会向中央来争取纾困的方案。今年欠水，和部分沿海地区抽出来地下水质有所变化。为了云林4号广高村80岁5岁农民表示，伊在前4个月一期稻作，因为地下水养分过悬，生长受到阻碍，全部拢无法度收成。补稻啊就对啊，补到毋捌讲像今年吼，买落迄水吼，少水煞反咸啊。啊咸来切稻啊就补袂起啊哦。 5岁农民表示，第4号广高村的周边。
至少数十公顷的水潮受到灾害。官府乱处将请专家会勘了解原因。另外，因为这波新冠病毒疫情影响，本县内农作物供过于求，官府将向中央争取农业纾困的方案。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带来很多的连锁效应哦，包括餐厅、饭店，还有学校全面停课哦。那我们农产品的销售受到很大的冲击，那供过于求，造成我们本县的短期叶菜类滞销。所以县政府为了保障我们所有农民的权益，那我们也拟定要向中央来争取哦。有外表示，针对第一期的叶菜类，然采收的商品价格，希望中央会当以每公顷75000块来补助农民，来进行监督辅导措施。另外，买来争取农粮产品的展销，和加减纾困的进行，希望来帮农民渡过这次的难关。记者为你报道。疫情退烧，防疫保单是卖甲长长滚。消基会表示，咱国内的防疫保单已经卖超过100万张了。也毋过，因发现讲契约内容有一寡理赔的争议。消基会呼吁金管会应该甲保险业者来讨论出解决的办法。金管会嘛表示已经有讨论过，下晡会公开来说明。第一年初，台产防疫保单是卖了真好，最近因为疫情变化，真侪间的保险公司的防疫保单嘛变甲真侪人热门。不过，有几张的保单是暂停来卖。消基会5月抽检8间保险公司的防疫保单，是发现因为即马疫情变化，医疗方式嘛对咧改变，超过100万张的防疫保单恐惊有理赔争议。加强版的这些收容机构，那么这个收容机构固然是一种隔离状态。可是它到底算不算是医院，算不算是住院，就有会产生争执的可能性。那么保险契约说是要住院才能够给付，那么进到这些机构算不算住院，这就是将来隐含的重大争议。消基会发现，未少保险理赔条件内底有包括着符合隔离病房，不过来这种病房数有限，可能到时阵病患是无法度住伫内底，嘛影响到理赔金额。负压隔离病房也作为这个保险金给付的条件之一啊，这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于说，目前台湾的这个医院的由于确诊病患比较多哈，产生了这个负压隔离病房哈，可能不敷使用的这样的信息。另外，保险内底无保条款，还有理赔要件嘛，可能无法度来申请到理赔，还是讲这理赔金额无亲像大家所想的，所以消基会呼吁金管会赶紧来找相关的保险业者来开会讨论解决之道。主管机关金管会保险局表示这3险公会已经针对相关议题来做讨论，保险局嘛会伫下晡的金管会例行记者会面顶做进一步的说明。记者张志勇、陈信良台北报道。来看高雄一间酒吧，表面上配合政府的政策关门，也毋过门关起来，煞改做搅场。警察抓到8人分2道的拍麻将。另外，伫高雄的凤山有警察甲喙暗摕落来食薰哦，后面将检举。也毋过，虽然市政府是表示这款行为是安怎认定，目前是搁在研究。也毋过，高雄市警察局是表示会记这警察一改新改。警方埋伏6点钟，大门一开，冲入店内。原来这间拍报虽然暂停营业，却转做职业搅场。警方当场发现，包括负责人在内有8人伫现场。其中4人在打麻将，另外4人在一旁沙发区聊天。虽然酒吧没有营业，不过在防疫期间，8人群聚打麻将，且未戴口罩，仍然违反疫情指挥中心所规定，室内禁止5人以上群聚。这人违反社会秩序法，还有传染病防治法而妨上班，但凤山分局嘛有员警和民众检举，亲像安尼甲喙暗摕落来，伫路边食薰。分局表示袂好底，会甲员警记申诫嘛会开罚，但甲喙暗摕落来食薰了，还阁挂起哩，到底有违法无？嘛变成是食薰人的疑问。那你就干脆禁烟就好了，对吧？你要卖烟，然后又不能抽烟呐，拉下口罩就要开罚，就觉得有过当，对，因为大家还是很自律的保持的一个适当的社交距离。对此，台南市府决议，若看到了后无听到要开罚，高雄市即时还阁咧研议。咱25号防疫会议召开才会宣布，但食薰的人认为，政府应该统一的规定，无应该每一个县市无同款，会互人毋知要安怎。记者王刘婷、陈hen坤报道。
再来看全国三级警戒长期关心家友的民间团体是表示，台北车头的饮水机即阵拢封起来，互家友是真袂方便。虽然市政府有发控抓水也毋过拢无够啉。台北车头的饮水机为着防疫，直接甲封起来。附近的家友向当代漂白协会订正讲，自顶礼拜日就发现车头甲地下街饮水设备拢无通用，想要啉水就要四界来找。这种热天实在是记载袂掉。这么热的天气，你把台北车站的饮水机，还有地下街的饮水机，全部都停掉，那你叫这些游民要去哪里？到哪里去喝水？而且现在物资又比之前少很多，几乎已经快断掉了。本来我们都是一个人抽几十块去网咖洗澡，现在网咖也关闭。水的话变成说台北车站的饮水机全部都关闭。那假如像我们慢性病的要吃药的，没水没办法洗澡，该怎么办？因为全台湾三级防疫警戒，家友本地生活需求嘛拄着困难。水的问题，市府虽然有派社工甲民间团体来发控抓水，不过一礼拜这4罐是无够啉。物资方面拢是胖，也是饼顶顶的，无烧水就无法度食泡面。对因来讲，要食一顿烧的是真困难。在香港或者是说世卫组织里面，它其实也有提到的一个方式是说，例如我们在饮水机的部分，我们要去做好就是公共卫生安全的管理。那例如说要实施出口水的一个消毒，或者是说我们也可以培训志工在那边，然后将那个饮水机可以去做好有关于公卫的一个防护。台湾当代漂白协会认为，台北市政府的做法太过极端，看是毋是有法度来做调整。市政府中正社福中心表示讲，即卖疫情严重，志工甲工作人员减少，物资的发放嘛较有限。饮用水的部分等咧协调代替，看是毋是有所在会当囤矿泉水，互家友一摆会当摕较侪罐。不过食食的部分，因为考虑伫外口食便当，无防护设施会有防疫的问题，还阁想其他的办法，希望大家互相体谅，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今仔过到中南部地区，阁有西半部的山区会有雷公雨，各地山区嘛有可能会落大雨。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外岛地区上低22度，上悬3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Thank you.